夏日三鮮湯最適合嗰啲一到夏天就話冇乜胃口嘅朋友仔啦。首先準備以下嘅材料：蝦頭咧要提前搣出嚟，瓜類同菇類咧要斜刀切，提前煎一煎佢。準備2隻煎蛋。蝦頭千祈唔好浪費啊！先用蝦頭煎出佢嘅蝦油，滾出嚟嘅湯特別好飲。再將煎蛋放落去，呢個時候咧先放滾水，記得一定要係滾水，吸佢焗佢5分鐘。5分鐘之後開蓋，見到啲湯基本上都變成白色啦。咁我哋就將之前準備嘅瓜啦同菇一齊放落去。菇咧係天然嘅調味料，有佢滾嘅湯特別鮮噶。繼續吸蓋，再焗多佢5分鐘。5分鐘之後咧，見到啲瓜基本上都入味啦。我哋將之前準備嘅蝦啦繼續放埋落去，加啲調味料，只需要一啲鹽同埋一啲味精就足夠啦。等啲蝦都熟透咧，咁就可以上碟噶啦。如果你想睇詳細嘅視頻，可以去我嘅長視頻度睇。關注我，每日都會更新視頻，希望你哋鍾意啦。